册拍开，详细记录后里街仔路的旧厝，当时拄到墩仔卡大地震破坏了的情形，含定起的相片。这资料全部拢是在地写作青年张武家含蔡依杰做的制作。这本册佮改号名做来去西后里墩仔卡老厝探访。我们其实就是说，希望让大家看了这本书之后，能够更加了解后里，更加了解自己的家乡这样子。后里区公所写作中心110年度办理公民审议和青年创意提案的计划，其中入选的在地青年张武家和蔡依杰决定用老厝探访做主题，用真侪时间来做调查。除了透过图本展现，卖当扫描 QR code 伫咧网络来看。公所嘛特别举办送册典礼，要送予当地6间国小。像我们这一辈60几岁了。要听到这种故事也是很困难公所嘛讲，希望透过这本册，会当让后一代知影防地震的重要性。